来看国民党立委鲍昆萁代志，伊即马嘛加伫即个性骚扰风波内底，所以伊本人出面讲无即个代志，毋过即马又搁伫现场看到的证人证实讲啊，伫2014年有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和鲍昆萁来性骚扰，更加伫面前呢讲起讲，当时伊捌听到讲有人咧话你咧创啥，并且看到伊将鲍昆萁甲杀好开，嘛表示讲鲍昆萁伊无承认的态度，对当事者来讲是二次的伤害。 甲太太比一个爱心的手势，翁仔某看起来感情袂歹。不过即摆鲍昆萁去防指控性骚扰，又搁出现着亲目睭看到的证人。作家李东和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，将迄天的真相讲出来。伊讲当时现场也搁有连胜文，而且告诉讲食饭倒是一个时钟。李东和坐伫咧7点的方向，连胜文坐伫8点的方向。家己当咧想讲文章是要安怎处理的时阵，煞突然间听到有人大声话讲：“你咧创啥？”丫头就看到坐伫3、4点钟方向资深的媒体人将鲍昆萁甲杀开，更加骂讲鲍昆萁无要承认的态度，对当事人来讲是第2摆的伤害。更加点出前台北市长霍良斌嘛伫现场。我的秘书告诉我，那天是跑了非常多行程，中间是有这么一个行程。可是以我的个性，如果当时我看到有任何这一类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制止。那我没有记忆，我想。 这是一个事实。傅昆萁委员的他的状况，其实国民党也已经对外宣布了哦，会勿忘勿重的去来做调查。在各个政党对性骚这个议题里面呢，因为国民党的标准会比较低，然后大家对国民党的要求会相对呢，就好像是几乎是没标准，或者说国民党人去做了好像也没什么，稍微蒙混一下就过了。社会大众其实眼睛很睁着很亮的在看待国民党怎么来处理啦。另外，立委美讲性骚扰的事件无疑对国民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12号，国民党会开第1场性骚扰申诉委员会，决定的精聘3个女性外聘委员来参加调查，以增加公信力。嘛传出会找王祖贤来担任外部专家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表态会赶紧来处理。党中央面对所有的问题。 都会直接、快速的处理。正大美腿的风波继续炭烧，就要赶紧来指挥，以免会影响到选情的发展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